我就阿沈生嚟講，我哋都有啲痛心啦，因為講真啦，佢都係可能同普通嘅市民一樣，覺得揸 Uber 係合法，即係唔會俾人告啊咁樣。但係其實作為一個成年人或者作為一個即係對法律有認識嘅人都應該要諗一諗啦。其實冇牌去揸網約車根本就違法嘅。其實對車主或者所有道路交通第三者嚟講，甚至乎乘客都冇保險保障嘅。其實切勿以身試法啦，因為其實有發生咗意外，真係害己害人啦。咁希望佢即係真係會諗清諗楚，唔好再做呢啲嘢啦。同埋呢個世界有好多嘢都係要講有牌嘅，咁電工牌啊、水工牌啊，咁佢哋都領有牌照，甚至乎律師啦、醫生啦。咁你話喂用網約或者咩嘅就可以利用一啲灰色嘅界線去釐定，或者令到話博講人哋受歡迎就去要合法咁樣，其實唔係咁公道咯。